阿狗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哦，你讲你要坐火车转去厝哦？哦，阿狗讲，伊头一遍坐火车有淡薄仔惊，不要紧，阿狗姐姐有足侪坐火车经验，会当教你教。咱先甲手变做火车，安尼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各九两遍，南部、中部、北部各九两遍，再来加入火车的声音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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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嘟嘟嘟！哇，阿狗准备好势，就要出发喽！咱先来滴滴赛，火车请抢，火车请抢。哦，对呢，唔知影当时会到站呢。安尼咱的手唔知当时会到站啊！阿狗我看到啊，咱的手安尼放伫白边仔看，两边拢来看一下。要到站吗？要到站吗？阿狗，等一下，上重要的是行李袂当放袂记啦。咱来手比一，行李唔通放袂记。最后总算是到厝啊！咱甲咱的手变做厝顶，要到厝啊，要到厝啊！比两个赞，平安到厝真欢喜。要到厝啊，要到厝啊！平安到厝真欢喜耶！阿狗，安尼你会晓坐火车袂？哇，会晓啊！你小朋友，咱嘛赶紧上车来去坐火车咯！轻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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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枪。